疾管署今仔公布，頂禮拜台灣疫情重點，針對台灣頭一屆出現新冠病毒變異株 BA.3.2最細名，而且還有帶病入境的麻案例，目前確認千外人。另外也公布，今年秋冬流感疫苗規劃會投入17億，買705萬筒的疫苗，予民眾使用。清明連假要到啊，真濟人會飛出國耍，不過要注意，最近國外有出現麻的疫情，親像日本、越南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等等，台灣就出現2例境外移入，一個是在美國感染，另外一個是在印度。較嚴重的是美國迄位，目前重症併發腦炎，人閣佇咧加護病房治療，因為麻啊是靠空氣傳染，衛生單位唔敢大意，2個案例接觸者已經確認千外人。麻疹呢，在這個成人來講的話，它造成的症狀可能會比小朋友來得嚴重，那有可能的併發症呢，像是這個肺炎啊、腦炎啊等等。那有併發症的這個患者裡面又有這個5%到10%有致死的可能性。另外，疾管署也公布台灣頭屆出現新冠病毒變異株 BA.3.2，個案是一名新加坡來台旅遊的10歲囡仔，在機場發燒，叫人檢測出來。疾管署指出，這個新冠變異株現在開始在咧無同的國家流行。BA.3.2 病毒株它比較特別是說它有帶了大概70多個跟過去流感跟這個過去新冠疫苗比較不一樣的突變基因，所以比較擔心流行的比較大，而且對疫苗保護效果會減弱。疾管署指出，未來新冠變異株敢會引起大流行，佫需要觀察。另外，疾管署也公布今年秋冬公費流感疫苗的規劃，今年會投入17億，買705萬筒的疫苗，經驗創新高，而且嘛頭屆採買20萬筒的加強型疫苗，提供時大注射，希望會當提升民眾的保護力。記者陳亞順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